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这个1984，是讲1984诶，这个已经读完啊。要来读这个，嘛是属于小说的一部分，叫做富略成功原理。所以罔听，有兴趣的朋友，有一寡连接可能你会使罔参考啦，总是。网络顶悬，伊敢若无即个小说的电子版有啥册？就是先生苏东时咧处理的时阵，伊就要甲伊处理做较书面语，所以可能你敢会使有纸本的册通去看。这毋知咧，当然你若有中文版甲英文版的，可能嘛是会使罔参考哩。好，我淡薄连接。我淡薄时间，我来搭一寡连接。我看下这个做啥？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嘛，所以应该是甲这个富略读完。当然可能袂总读，因为伊的富略其实就咧讲伊迄个成功原理是啥物货，内底甲一寡语词。做一寡调整还是啥？等于是伫咧限制人民思想吧，敢会使安尼讲？所以罔参考啦。我是建议即个啥？当然小说看到遮煞，你若未看，我是建议讲会使甲迄个台湾的戏出，台湾碧合即个戏出做对照来看，因为我真正感觉迄个啥，台湾碧合伫咧讲台湾迄个白色恐怖的时代。甲1984伫咧小解即个独裁专制社会，共款安尼，所以不哩建议会使看台湾碧合即个戏出，我嘛甲搭咧圈对。当然你在 YouTube 顶悬找，我那嘛找会到啦，罔参考。当然你会使直接甲伊 copy 去别位安尼。原则上是安尼啦，9点开始读了后。可能虽然讲是算读即个1984小说的最后一届，因毋过我那嘛是会伫咧算压尾的时阵读一首日花闪逝来正做压尾曲。因为我就讲2023年迄个唱歌的单山年，伊伫咧高雄演唱会，压尾曲伊就是读詹美婉老师的迄首诗，你的目睭内有一面镜。这首诗敢若是伊去家己应该是家己伊讨成嘛吼，家己迄个算文学奖还是评选有得定得着，所以单山年就甲这首诗读出来。虽然讲詹美婉老师讲，无咧，伊要念进前无事先甲伊问过咧。当然尾单山年有去甲伊抵讲真歹势，无。要伫咧迄个舞台顶甲读念出来，无先经过伊同意，还是先甲伊算讲通透过当然尾詹美婉老师是真大人大量有，无搁追问其他的代志总是单山年嘛，全因为安尼就加读几落个詹美婉老师的作品安尼，所以单山年我那嘛伫咧面册分享过去。敢若和裴婉如差不多时间去高雄的代志所以对台湾人来讲，真侪过去，尤其是顶世纪台湾人无机会通知捌的遐个历史，其实咱都应该爱找时间小理解了解一下。当然，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看法，总是理论上知捌较侪，应该无啥败害才对。毋是即种叫做啥？1984即种专制独裁的社会，叫人民莫知伤济安尼，或者是亲像台湾碧合即个戏出，敢若甲人民当做戆是啥物安尼？好，反正我就讲，都喊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我就继续来读即个。拿春水的第3本小说，我拢要读完啦开花结籽。
我敢若嘛有搭咧出论啦吼，你若有兴趣，其实我著讲即个开花结籽，袂输是亲情卖计较 Plus 师傅恁的客兄。当然，到故事的落尾站啊，敢若就较无法咸遐险的啊啦。敢若嘛是因为即段敢若发生我袂记。然后说到所在，松原会阁问，着较出力无？爱扎啊内面。松原是恁甲松原是恁甲骹底啊噗噗头壳戆车车，阁当着玉兰的身躯，敢若满一条玻璃丝的大裙仔，内底阁无穿衫裤，踅来踅去的骹腿内姿，有看的阁敢若无看的，会咸摇啊！一捆仔久，就甲松原绳甲下身拢定酷酷。搁较嗨是松原早就伫孝顺玉兰的爸爸少年，然后通捡来准点心猛号，原来是袂歹的一出菜。即时借酒胆就徛起啦。玉兰才33岁，翁4年外，应该是长下查甫人的年岁，袂堪伫松原安尼甲成人，随甲拄只骹头有的乌青银血，等去13天外。双手甲松原闪安安，骹举悬悬，搁拗翘，记在松原去弄去争，喝甲嗨嗨叫，舞诚久，才点去。跳一届了后，代志就甜袂煞。松原见若去食指，拢会甲玉兰先爽，拢会甲玉兰先弄个爽。才做工课，好佳在。玉兰即阵无翁无囝，一人饱就规家饱，嘛毋是啥物吱吱叫的歹查某。松原也用较好的介绍，加一点仔月吉请伊名，玉兰就欢喜甲袂顾忌。就是即个缘故，松原嘛甲伊准做是共厝内的人。后来玉兰因老爸老母嘛知影玉兰互松原保持伫实质，搁伫遐做酷屁录影大下。舌头，这件代志，松原的喙较密过米苔目芳。这件代志，松原的喙较密过米苔目芳。暗坎甲连因某好人嘛毋知。这句话是倒口说的吧？喙较密过米苔目。米苔目芳，迄是。全空啊，味较密就是无密啦。毋过伊煞讲，喙较密过米苔目芳，暗坎甲连因某可能嘛毋知，所以因某毋知，其他人知，是安怎？这有当时啊，就是台语一寡迄个啥，伊讲的话拢是爱倒头看的。雕直甲，那一张青仔粽，还是啥物？雕直敢若亲像菜龟手，菜龟手是 QQ， 无可能是直的啊。讲伊雕直敢若菜龟手，就是无雕直啦。所以，有当时就是爱看迄个物件到底是啥。当然。就敢若看英语上看，遐字毋捌，就毋知迄是啥。结果是知影讲雕直甲啥物货？雕直 ，OK， 后壁是啥？毋知，毋知约袂准啊哩。雕直敢若一张青仔粽，就真正就雕直的。雕直敢若菜龟手弯弯翘翘，哪有可能是雕直的？所以这嘛是台语趣味的所在呢。好，干若时间到。转来读1980，故事的最后，伊是咧讲富六啦。这是富六，我无打算要总甲读完，因为伊迄个伊分做3类 ，A、B、C 3类，这3类的字，伊就咧讲一寡迄个啥分类，还是啥物货吧？可能好，先来读头前好啊，因为。尤其第一句，因为富六新讲原理英文版是
Newspeak w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Oceania and had been devised to meet the ideal needs of Esau and insect English socialization socialism 主要是第一句，因为伊是过去式，所以伫台文版内底，伊就甲伊翻译做新港英俊是海洋国的官方语言，是专工为着符合影射因素意识形态，也就是英国社会主义的需求所创造的。1984年的时阵，无论是讲也写，也无人敢若用新港来沟通。时报的社论是用新港写，毋过迄是一种高深的手路，着专家才有才调。迄阵按算到2050年左右，新港会完全取代旧港，也就是咱所称的标准英语。苏当时新港进展稳在，所有的党员日常讲话，拢愈来愈接使用新港的字词甲文法。1984年使用的新港是以新港词典第9版甲第10版为准，这只是暂时的版本，其中也有真侪无必要的字词甲过时的文法形式，以后拢爱废止。而且咱要讨论的是最后完备的版本，也就是第11版的词典。新港的目的，毋但是用来表达因社主义信徒应该爱有的世界观甲心理习惯，而且要使其他一切的思考方式拢无可能存在。就是无咧思考就对啊，做一个功能。照计划，等甲全国全面采用新港，无人还阁会记得旧港的迄日，只要是思想要需要字词，任何偏离因社主义的异端思想，就拢会的确变甲袂想象的。新港的思虑拢经过精心建构，要使每一个党员，但是我是咧同时间对照英文版的网看，因为我著讲伊迄个啥，除了伊讲迄个 ABC， 迄有当硬拗也是安怎？尤其对我即个外国人要看遐个新港的复合字吼，歹势我真正是看无，莫讲去看，我连咧标准英语我无一定看有啊，所以继续读。新港的思虑拢经过精心建构，要使每一个党员，只要是要适当表达任何意见的意思的时，拢通表达甲真正确、真有路，袂掺着其他的意思，连间接去接触到的机会嘛排除。发明新的字词是一个方式，但是搁较主要是要消灭旧的，包括无爱知的字词。甲字词所带违反正统主义的意思，尽量是所有其他意思拢排掉。举一个例 ，free 福利、自由还是无对，即字有留落来。毋过，敢若会当用伫即只狗无对 ，is free from 加走，即只狗无对加走，也是即块田无对杂草即种句型。无多照古早意思用伫政治自由也知识自由之类，因为政治甲知识的自由拢无存在啊，就是无这种自由，连概念也无存在，当然无得称呼。那绝对异端的字词爱禁掉，思虑利用会减少本身就是目的，非必要的字词就袂当留咧。新讲的设计是要甲思想的范围缩减，毋是要甲分化。甲字词的选项减甲上少，对达成这个目标间接有帮助。这就是咧限制人的思想嘛。啊，当然，迄个我伫迄个号做Henry David Thoreau 迄本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内底，伊就讲啊，人就毋是真生哩，太会甲人当作真生哩是。这个1984年，这个就差不多是这种状况啦。现主是2020年，今仔日6月13日这个时间点，我那么一个所在，无咧甲其他人当作人诶，所以这是一个麻烦的代志。我安尼读，其实我若家己读，啊无其他人啊，毋知阿伟啊，好啦，免看啦，你们听就听。
新讲是建立伫咱即马所产英语即个语言顶头，毋过新讲的语句就准拢无用到新造的字词。现时的英语使用者嘛，定定真好理解。新讲的字词分做3大类 ：A 类、序类、B 类、序类，佫叫做复合字词，甲 C 类、序类，一类一类分别讨论会较简单。毋过新讲文法的其他点，会当伫介绍 A 类、序类的时做伙谈。反之，同款的文法规则对3类、序类拢适用。所以会讲到文法，我遮济啊咧。好啦，因为我本来是要直接跳去上那边啊。伊敢若讲到文法，好，来 A 类、序类。A 类、序类是利用日常生活需要的字词，用伫亲像饮食、做事、穿衫、行楼梯、坐车船、黄牙、煮食等等。这类差不多拢是咱已经有的字词，比如讲 hit 是拍 ，run 是走 ，dog dog 是狗 ，tree 树 ，sugar sugar 是糖 ，house house 是厝 ，field 是田等等。毋过和现时的英语比起来 ，A 类、序类数量极少，意思嘛加足严格限定。一切字义甲意思的幼细精差拢排除掉，每一个 A 类字词尽量做会到，拢只是一个明确的底音，表示即个真清楚、好明白的概念。单用 A 类、序类来写文学，但是讨论政治也哲学是无啥可能。A 类、序类只是要用来表达单纯有目的的概念，通常是关系具体的物体也身体动作。新讲的文法有2个显目的特点，头一个是无共属性的字词，差不多拢会当互换。新讲内底任何一个字词拢会当用作动词、名词、形容词也副词。台语就这字是安尼。原则上，连像 if、若是、when、when、当、这么抽象的字词嘛适用。动词甲名词若是共事紧的时，绝对拢袂变化。这条规则本身就会当消灭真侪体式的形式，比如讲 thought 思想这字，新讲就无用 think 想这字兼做名词甲动词就好。这无思源学的原则爱遵守，有时阵是保留本来的名词，有时阵是动词。就准意思邻近的一组名词甲动词并无思源学的关系，咱定定会废除其中一字，比如讲 cut 切这字就无啊。伊的意思和 knife knife 刀这个名词兼动词包办就够。那安尼伊为啥要保留迄个无发音的 K？ 我会记即摆因的英语有咧讨论讲一寡无发音的字母是也甲摕掉啊。LIGHT 底下写 LITE 啊，对吧？GHOST 哦，是底下写 GOST 还是啥物系吧？啊，这个 knife KNIFE 啊 ，K 就无发音啊，所以1949年George Orwell咧写的时阵，敢是超工无爱处理这个问题，还是无材料处理这个问题，我毋知影。形容词是用名词兼形容词的后壁到 FUL 来形成。副词就是到 WISE， 所以 speed 速度就变做 speedable， 就是紧的形容词形式。speedwise SPEEDWISE 就是紧的副词形式。一寡咱现时的形容词，像种 good GOD 好 ，strong STRONG 勇 ，big BIG 大。break BLACK soft SOFT 软有保留，毋过数量足少。这款字词嘛毋是真有需要，因为差不多所有形容词的意思拢用名词兼动词后壁接 FUL 就通表示。现时的副词拢无保留，除去足少本地就是 wise 做字尾 ，wise 做尾
是无例外的规则。比如讲 well 好的复数形式，就改做 good wise。该读做第几个 ？good wise，G-O-O-D-W-I-S-E。过来，这共款是全面适用的规则。所有的字词拢会当伫头前加 un 来变做否定，加 plus 表示较悬程度。若强调搁较悬，若强调搁较悬，就加 double plus，D-O-U-B-L-E-P-L-U-S。安尼，举例讲 ，uncold，U-N-C-O-L-D， 无寒，伊写不寒哦，我无确定，伊家写不寒。当然，不这字台语是我那冇咧用啊，不可思议的不啊，寒天，还是要读不寒，我唔知。uncold 表示温暖 ，plus cold P-L-U-S C-O-L-D 极寒，加 double plus cold 上极寒，就分别表示足寒甲世界寒。亲像现主时的英语，先讲嘛会使伫差不多所有的字词头前加 nte end post post up up down down 等等的介词来调整字词的意思。用这个方法就会当甲足大量的词类汰掉。比如讲，有 good G-O-D 好这字，就唔免搁有 bad B-A-D 歹啊。反伫后者的意思用 ungood 表达嘛变妥当，应该讲搁较妥当。你含这里面的思想当然应该就妥当了。站起来，我这个照片对。我改迄个啥，伊即马即个物件，好，反伫后者意思用 ungood 表达嘛变妥当，应该讲搁较妥当。若是有两个字词自然构成意思对并的一对，即时爱做的代志，就只是爱决定要甲倒一个费煞。举例来讲，会当用 unlike 不光来取代 dark 暗，嘛会当用 undark 不暗来取代 light， 看当局介意。先讲文法的第二个明显特点，就是规律性。除去真少咱较长啊，才来说明的例外，所有的构形变化 inflection， 我唔知这字安怎读 ，INF 咯 ES，ION 咯，构形变化，这字我真正半捌，可能是什么我可晓，单性还是什么 inflexible 是迄个会使春秋还是安怎吼？所有构形变化拢遵守共款的规则。动词的过去式甲过去分词，拢是伫原形后壁加 ed 吼。steal 偷 steal 偷的过去式就是 staled。think 想的过去式就是 thinked thinked。这对外国人来学，应该继续好学的。先讲所有动词拢照安尼行，像 swan S-W-A-N 收 G-A-V-E 送 B-R-U-G-H-T 炸 spoke S-P-O-K-E 讲 T-A-K-E-N 提，这个形式拢废止啊。所有的复数拢用加 S-E-S 来表达 ，M-A-N 查甫人 ，X 盐牛 ，Life L-I-F-E 生命的复数，国别是 M-A-N-S mens。O-X-E-S ox L-I-F-E-S 形容词的比较级一律拢各加 er 甲 es 来表示，像 goodest 吼，这真正我来讲，对外国人加就好学的。G-O-D good G-O-D 啊 good G-O-D-E-S-T 不规则形式含加 more M-O-R-E most 的用法拢废掉去啊。我会记较早咧学时，学这真正学甲读甲听呢。敢若剩介词、关系词、指示形容词甲助动词，会当做非规则变化。除去WHOA
是啥？即句袂答袂啦。WHOME 吼，除去 whom 被认为无必要，全废除去。Sure SHALL 甲 should SHOULD 取消时态。随个互为哦 WILL 甲 would WOULD 立字。即几类的字词拢要照古早的用法，另外一寡字词采用非规则变化，是为着通讲较紧较顺。一个字若是二发音，也是较接会听叮当，以此就会互认定是拗字。有时阵佫会为着较顺利，调工加插几个字母入去，也是保留古早的故事。毋过，即个需求主要是甲比类词类有关系的时较明显。是安怎发音简单有遮尔重要？咱嘛伫即篇文章较后壁再来解说。也无其他人，我就继续念。比类词类是为着政治目的专工建构的，也就是讲，这字词毋若伫任何状况拢有政治含义，佫是要强力引导使用者的心理态度。若是对于因社主义无一个加仑的理解，要正确使用这个字词，就加真艰尬啦。因为已经读到对啦，真伊迄个啥英文版的部分，伊当刚好现的时阵小头眼一下哩，大家比类的词类安尼。其中有的字词会当翻译做句讲，甚至 A 类的字词，毋过安尼定定就爱换做较长的话，而且不免有一寡外字会互走去。比类词类会使讲是口头的缩语，通常是规组的概念嵌入去少少几个音节，而且比一般的话较精确、较有力。比类词类拢是复合词 ，A 词类内底当然嘛有复合词，像 speak right 讲声机SPAK WRIT speak right 讲声机。毋过即款的只是里面的缩写，无意识形态的设置。比类词类是甲两个以上的字词也字词部分焊接起来，焊接哦。伊焊接到底是啥物？Consist of two or more words or portion of words word together。用拍电话拍起来，我唔知啦。焊接起，正做一个较简单的发音的形式。混合的成品拢是名词兼动词，并且照一般规则变化。举一个例 ，good think，GOODTHINK， 好想即字，意思量又是正统。或者若是用作动词，就是用正统的方式思考。各种构形如下：名词兼动词原形是 good think， 过去式甲过去分词是 good thinked， 加一个 ed。现在分词是 good thinking， 加一个 ing，GOODTHINK 分别叫安尼变化。形容词就是 good thinkable， 加一个 ful。副词就是 good thinkwise， 后壁加一个 wise。你英文的迄个一寡字较像是安尼是。动词的主体是 good thinker， 思想会用好想者，思想正统的人。比类字词的建构完全无根据词源学，用来组立的字词会使是任何词性，而且照什么顺序排、位倒的切断拢无要紧，只要好发音，佮通显示来历就好。以 crime think 罪想、犯罪思想、罪想、犯罪思想来讲 ，think 放后壁。毋过伫 thinkpol，THINKPOL。想警，思想警察，即字 think 搁放头前，而且 police 的第二个音节落去，因为
复合的 B 类字词真恶确保顺利，所以 B 类内底的不规则故事比 A 类较普遍。比如讲 miniature，M-I-N-I-T-U-R-E， 真波 ，minipax，M-I-N-I-P-A-X， 荷包，伊就是真爱波，因为真爱，真理波、和平波安尼，啊个 minilove，M-I-N-I-L-U-V， 爱波的形容词形式。虽然是 minuteful， 甲伊就是 minuteful，minuteful， peaceful，minpeace 嘛，和平，所以是和平波 peaceful 加一 ful， 甲minlovely， 这是因为字尾若用 truthful、passful 甲 loveful 无真好发音，不过原则的所有的 B 类字词拢会当做固形变化，而且方式完全一致。我就讲这真正是对外国人继续好学的，毋过即摆就是无种物件。有人也要学种人工语言是迄世界语啦，世界语当然我无去学过世界语，我毋知伊的迄个故事是啥物话。有一寡 B 类字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是对即个语言无全面精通的人无啥可能了解。举一篇时报社论内底典型的一句，讲 All the thinkers unbelievable insult， 具想者袂百感影射，旧时代的思想者袂当用巴肚去感觉影射主义，咱用句讲，上心意来表达是安尼啦。观念伫革命以前就形成的人，对英国社会主义无法度有全面系感情的理解。毋过，这毋是一个充分的翻译。起先要将压顶头即句新讲加论的意义，就爱对影射是啥有真清楚的概念。搁再为透底伫影射中养成的人，才会欣赏体会百感，也是具想即款词全部的力量啦。百感关系一款盲目热狂接受的态度。百是巴肚的百感动的感。咱今日学伫想象啊，具象是含邪恶、失德的概念加做伙，百袂开的。毋过包括具象在内的一寡新讲字词，其特别的功能是消灭意义，较超过表达意义啦。即款字词数量必然无济，其意义不断分化，甲其他济字词的意思拢纳入，到其他遐字词竟然用一个就足野通代表，就听好变戏送，放袂入去。新讲词典编者面对的上大困难，毋是发明新字词，是发明出来了后爱确定这个字词的意思，也就是讲爱确定新的发明，甲倒一寡字词取消。像咱已经伫福利即字的例所看到，英国有带异端意义的字词，就是伊就是用即个字咧限制人民所谓思想就对啊。所以这真正是，我就讲比读头前的小说读较足沉重，啊个足，较袂使讲郁卒，嘛毋像郁卒，迄就是一个真，我袂晓形容迄个感觉啊，所以反正就是简单讲，就是咧违反人性就对了啦。好，不管继续读落去吼，这后壁，所以这较属于较毋是小说本体吼，就较袂迄种感觉。像咱已经伫英国有带异端意义的字词，有时阵嘛为着利便保留落来，只是甲无爱伫的意思汰掉。另外有算袂清的字词拢停止存在啊，比如名誉、正义、道德、国际主义、民主、科学甲宗教等等，就是互写的少管，就是互
遐少管真看的字词包办去，伊即两句我真正三问到底是咧安怎讲？simply case ceased to exist 就无啊。A few blanket words cover them, and in covering them, abolished them. 包办去，所以应该是头前 countless other words such as 真侪字，就是互遐少管真看，遐少哦，就是互遐少哦，遐少，伊是用遐少，伊是用呢遐少，就是互遐少管真看的字词包办去，嘛就安尼废除啊。举例来讲，所有甲自由以及平等的概念关系真歪的字词，就拢互罪相包含。啊，若甲客观含理性主义的概念相歪的字词，就拢互具象代表。精准度较悬就威胁。党要求党员爱有的世界观，是像古代迄种 Hebrew 人迄款，毋免知影偌济，知影异族拢礼拜假神就好。因毋免知影遐个神叫做 Baal、Osiris、Moloch，好袂念吼，Astaroth，我毋知影，伊这定是英语的，我毋知影。等等，伊对这个神知影愈少，对家己的正统性愈好。伊知影耶和华甲耶和华的戒律，所以伊知影叫做别个名，有别款特性的神，拢是假神，加减相共的道理。党员知影啥物是正确的行法，嘛大概知影啥物款的偏差有可能发生。只是这个偏差，敢若有上蒙渺含糊的描述。比如讲，党员的性生活，就完全是共两个新讲词咧规制，一个是性罪 （sex crime）， 指性方面的失德；一个是好性 （good sex）， 指禁欲。性罪包括所有性方面的歹行为。包括非婚性交、通奸、同性恋、各种异常性行为，还佫有为着性欲的正常性交。以上毋免一个一个分别判定，做拢平等，就想袂使。讲起可能伤粗，就真愈煞。判定做拢平等。原则的拢会使处死去，若是科学甲技术用途的思类，凡是有必要甲特定的性偏差分开号名。毋过普通国民无需要即款字词，因知影好性是啥物意思，就是查甫人甲伊的某正常性交，为伊的目的是生囝，并且查某完全无肉体的快乐，这以外就是性罪。使用先讲。知影一个异端概念是异端，就是到这为止。真还得有法度对迄个概念搁加了解一些。过即个点，需要字词无存在，这真正就是完全伫咧限制人民思想的对啦。所以我就讲嘛，伫读即个小说的过程，就是有一句话，深深感慨就是，无去真实面对家己的是无未来的啦。比类书里内底无一个是意识形态中立的，大家拢意识形态，真大部分是好听的，比如讲爽赢 ，Joy Can 是老解赢，好报 Millipax 是正经报，字面甲实际对摆，另面有的字词就特别搁轻慢听现出海洋国社会的真实本质。一个例是 Prolete，P-R-O-L-E-F-E-E-D， 就是讲党。分互基层大众的笨色娱乐甲假新闻，佫有一寡字词意思矛盾，若用伫党就好的含义，用伫敌人就歹的含义。另外佫有足侪字词，一看到就是着缩写名。其实其中意识形态性质毋是来自词义，是来自结构。只要做会到，一切有挂也有可能挂政治意义的词类，拢受着避类。任何组织、团体、信条、国家、机关制度，也是公共建筑的名，
拢无例外写做人所识别的款式，就是一个简单好读的字词，有保留来历，毋过音节减至上少。比如讲，伫真理部内底 ，Winston 上班的记录书 （Record Department） 就缩短叫做 RECDEP，敢若拢取迄两字的头前三个字母安尼。小说书 （Fiction Department） 就叫做 FICDEP。千里无节目书 Teleprogram Department 叫做 TeleDep， 如此等等。安尼做毋是干那为着省时间。伫20世纪早期，缩短的字词甲词组就是政治语言的一个特色。人嘛注意到极权国家甲极权组织使用这类缩写的倾向特别明显。要例有 NAZE 国家社会主义。Gestapo (Gestapo) 秘密国家警察 ，Comintern (COMINTERN) 共产国际 ，Imprecore (INPRECORR) 国际新闻通讯 ，Agitprop (AGITPROP) 中央宣传煽动部。头起先采用这款做法只是符合直觉，毋过到深港就有存疑的目的啦。因福嘅名称若是安尼缩写，甲本地意义连接大部分切断去，意思会较下来，并且小可改变。以共产国际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这个词来讲，会引人联想到普世的人类同胞情、红旗、鸡蕊、Marx。巴黎公社等等烧头的图像，那缩写做 Comintern， 就只是一个密切结合的组织，甲一套清楚定义的教条。这个词聚集的事物，就袂输一块刀啊、也椅啊遐尼好认，目的嘛遐尼有限。Comintern 这个字。免啥想就讲会出来。若讲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尚无爱拖一点，同款道理。比起完整讲真理部、讲进步引起的联想就较少，嘛较好控制。这毋若通解说，变若会当缩写，就要缩写的习惯，嘛通解说是安怎要下过度的功夫去甲逐字词创咱容易发音。意思正确以外，听到顺利这点超过制定新港的其他所有考虑，必要的时，文化的规律性，拢会为着顺利来牺牲。安尼做有道理，因为伫政治第一之下，字词爱要求缩减，爱要求缩减，意思袂走精，会当讲足紧，同时伫讲者的心内尚未引起回声。我要全部的美类字词拢足相像，连这点嘛使这的字词加搁较有力。比如好想、好报、普罗奇、心醉、爽赢、音社、北港、相近，还阁有足济，差不多全部拢敢若有2个至3个音节，但因为头一个甲上尾音节平均分布。这款故事会鼓励人讲话讲足紧，因抵触长暂，调无起落，这正就是目的。用意就是要使人讲话时，特别是话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时，愈无意识愈好。咱日常生活当中讲话先想一下，当然是有必要，上无是有时啊有必要。毋过，当一个党员就要下政治也是伦理判断的时，伊就爱有才调，甲正确答案自动写出来，写的，蛮走迄度，自动写出来，亲像机关枪、蛇庆子安尼。伊所受训练，甲伊传一个本顶，先讲甲伊提供学得突切的基石。这款字词结构包含歹听的发音，甲符合音社精神的某种调工的美感。
拢赞咱使即个过程进一坎发挥啊。共款有网站呢，是通竞选的字数真少，甲咱的语言比，等下走在倒去。安尼，叫我读甲迄种安尼。这甲咱的语言比，新讲的词汇库加足细个，而且佫直直咧研发消毒字词的方法，无像多数其他语言的字词咧增加。新讲的字词是逐年拢咧减少，逐遍减少拢是成就，因为会得选择的范围愈矮，对思想的引诱就愈弱。真极的愿望是毋免用甲高等脑中枢，过那后就真老讲。为阿讲 duck speak 这个词 duck speak 咧讲，就看得出当局坦白成立这个目标。阿讲的意思就是那阿咧叫，不过这个词甲真侪米类词类同款，含义有矛盾。若是像啊声叫出来意见是符合正统的，用阿讲甲形容就是咧讹乐，无别项。若是时报称之为党的演说者是相经好的阿讲者，这就是热情的宝贵的宝石。这真正甲台语的迄个正口倒写，差不多啊。所以这真正是这啊，中华民国对台湾的统治嘛，差不多是安尼，是大家拢来讲中国话安尼。好，C 类词类，这样呢，互我读完啦，互我读真紧哦。C 类词类，这类是对另外两类的补充，并且全部拢是科学甲技术的用语。这字词甲现实使用中的科学用语真共，嘛是用同款的字根建构的。对字根，我的 Q 要用走，唔知啦。不过新讲当局照常针对中甲字词严格定义，以及甲无爱字的意思拔掉。4类词类的文化规则甲另外两类一致，日常也是政治言谈用会到的4类字词足少。各专业领域拢有特别编制的书单，这图的科学工作者也技术者需要所用到的字词，拢伫因一份书单内底。不过别份书单顶头的字词，因就捌无几个。逐份书单共同有收的字词真少，嘛无一个字词是超出特定领域，将科学看作一个心理习惯，也是思考方式来表达。形式就无科学这个词啊，一切这个词有可能存在的意思，拢互影射这个词充分包含啊。为头前的说明看会出来，要用新讲来表达非正统的意见，小超过真假的程度，就恁无可能。过来出现一个恁嘛，因为迄个恁这字，就是伊伫小说内底，敢若有安怎讲？有当是near，有当初是 almost。我看卖伊是啥物货 ？From the foregoing account, it will be seen that in Newspeak, the expression of unorthodox 非正统的意见 ，orthodox 因即马是敢若家好少正字划掉，啥物货 ？Orthodox opinion above a very low level. Above a very low level was well nigh impossible. 咁是奈我唔知 ，NIGH 这字到底什么字啊 ？Well nigh， 所以讲小超过真假的程度，就恁无可能，所以。我是会使用头一步 copy 去叫伊翻译了。我用 NIGH 这字，知影？伊个这台恁，佫敢若是完全另外一个形式的恁嘛。
因为迄个1984即个小说伫网络顶悬是完全拢有诶，所以看看伊诶啥。所以，来一解。我想要看迄个，恁无可能 ，Will Knight，Will Knight，Will Knight Impossible， 恁无可能，所以恁无可能是哈，有淡薄可能，啊，原则上算无可能，就敢若伫壁顶悬画一个门，甲你讲只有一个门，啊，实际上无门。Something is almost, but not quit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achieve. 所以是讲恁无可能，就是强要无可能，原则上算无可能。可能是安尼，应该是安尼。我有，伊正是安那？无去啊，毋是安尼啊。伊甲讲这是对只引述出来。哦，这真正是，这，这可能啦，有兴趣，真正可能吼，甲英语摕来当做科目伫读啊。当然嘛是有可能用足粗略类似放毒的方式讲出意义，比如讲大兄哥不好。毋过即句表述找无任何经过推理的论点甲支持，因为需要用到的字词拢无，结局在正统的耳孔听起来嘛只是自证风涵的戆话，对音声不利的观念，拢敢若会当以含糊无知的形式藏伫头壳内，嘛敢若会当用意思足看无正确的用语来称呼。同时，所有异端邪说，拢只是揽做一伙来谴责，无随个甲定义。事实上，一个人若要甲神讲用伫异端目的，敢若做会到甲一寡字非法翻译倒转去旧讲。举一个例，用神讲是有可能讲出人拢平共 ，all men are equal 这句。毋过，迄意义敢若是可比用神讲人拢是红头毛的，规句无文法错误。毋过内容明显毋是事实，敢若讲所有的人拢平等、也气力平大，政治平等的概念无存在啊。本地 equal 即字内底的平等，即个意义嘛就互删除啊。伫1984年，旧讲也是普遍的交通媒介，人咧使用新讲字词的时，凡是会想起字词原本的意义。理论的，即款危险要得的，实务上有受良好双相训练的人，要避免这并无困难。毋过，只要过一两代，连发生即款小冲突的可能性嘛会消失去。以新讲作为语言大汉的人，袂阁知影 equal 即字因过捌有政治平等这第二层意思，嘛袂知影 free 即个字捌有知识自由的意思。就亲像毋捌听过西洋象棋的人，就毋知影 queen、王后、甲 rook 一种乌鸭用伫棋子是城堡的第二层意思。到时就真侪罪行、甲错过、甲过错，是遮个人连犯都无才调犯，因为都拢无名通叫，嘛无得想象，咱嘛会当预料，时间过久，新讲的特点会愈来愈明显，字词愈来愈少，意思愈来愈严格，所以甲用了无适当的机会嘛愈来愈薄。到旧讲彻底被取代迄日，现在和英国会相尾一个关联就切断去啊。历史
已经定写过。毋过以前文献一日南山批啊，还未审查实全，才剩一寡，才剩一寡，遐剩一寡。若是有人要保留旧讲的知识，就可能读着，到将来就准遐的批啊，搁好换落来，嘛会变做袂得理解，无得翻译。要甲任何一段旧讲翻做新讲，除非迄内容是某种技术定词，是真简单的日常生活，也是本地就足倾向正统，用新讲叫做好想，若无就无可能做会到。现实中这表示无一本伫1960年左右进前写的册会当规本翻译，即面前的文献敢会当做意识形态翻译，也就是改换语言嘛改换意义。咱举出名的美国独立宣言当中的一段，我认为以下的真理是自明的：人人出世就平等，造物主正互因略减袂使让有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甲追求幸福权。为着保障这的权利，正人才伫因当中建立政府。其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的目标造成毁坏，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也是废杀，并且建立新的政府。你看这句话讲啊偌好，拄偌好，也毋过中华民国就是扫了袂母安尼。所以台湾人民应该爱知影这句话真真正正的意思，袂使参照1984这个小说最后的附录所讲的意思。要甲这段翻译做新讲，佮坚守原文的意思，无啥可能。上近我的翻译，拍算是甲规段生吞，佮吐出一个词“最想”。专门翻译敢若会当是意识形态翻译。Jefferson Jefferson，迄是迄种的嘛，写迄个草拟即个独立宣言即个人嘛。Jefferson 的文章变做绝对政府的战术，有真侪英国的文学确实已经照安尼改造啊。当局考虑到一寡历史人物的名声也有路用，愿意世间保持对因的记忆。毋过，同时因甲因的成就就超少符合因下贴合。有侪作家，比如 Shakespeare、Milton、Swift、Byron、Dickens、Dickens 等等，因的作品当地进行新港版的翻译，等甲这个任务完成，因的原作甲其他所有英国文学当中，还阁有留咧，就拢会销毁。这个翻译是费时佮硬斗的石头，当按算上紧爱到2010也2020才会完成。另外，阁有大量的纯实用文献，像必要的技术手册之类的，嘛爱照同款的方式来处理。新讲的最后定案采用会定伫2050年才尔换，主要就是为着要互翻译这项准备工作有时间通完成，所以就是无完成。安尼真正甲催完咧，50分钟。所以我就讲，这种无愿意真实面对家己的是无未来。所以当然，迄个时阵 ，George Orwell 伊所惊吓，或者是所设想，因为伊是1949年出版嘛，敢若19当时就无去，敢若出桥死去啊。所以伊伫咧西班牙，搁伫咧印度，敢若有看到一寡代志吧。当然，伫即个1984的小说出版进前，伊原来有写不了侪作品，所以遐个作品等于是着形成伊要写即个1984的小说的安怎讲想法吧，还是背底。所以变成讲，咱看即个小说，只要咧看即个小说，当然感觉震动，毋过嘛感觉，真正是啥了袂讲啊哩，啥了袂讲。换一个人来讲，就是George Orwell真正真厉害，会使甲这个
迄啥？白白无恁甲乌哟，啥了袂讲，讲到有头有尾安尼，真正是厉害。好啦，这个1984真正是读完啊！英文版的你伫网络顶管应该是拢会使找到啦，总是我无确定因原底遐敢有人做相同的研究。当然，对照咱现主时可比讲，杨湘做一本台湾漫游录得到这个这么悬的荣耀奖项，就咱讲未来10年hoàn世这本小说，佫会伫个袂少人的手头读念，甚至有介意的人，伊若拄仔做老师，是毋是怎啊介绍伊学生去读？就敢若村上春秋的小说，捌伫咧芬兰即个国家的某物仔校，互老师摕出来，互学生囡仔读，还是叫学生囡仔摕出来读？可能是大学生吧，就是可能大学有迄种日文系啊，伫读村上春秋的小说，摕出来讨论，还是安怎？所以，当漫游录，就咱讲未来10年可能会成做世界人捌台湾的其中一个窗啊，一片窗啊，就拍开嘛，然后看卖即个台湾的社会到底是如何。当然，迄个台湾漫游录是1938年啦，伊是模拟做1938年啦。1938年，你若捌看到过，还是小可知捌，就会当知影讲，其实1930年代台湾是一个跳舞时代啦，一个跳舞时代啊。所以，我感觉这嘛是咱爱会使入捌的一个所在吧。好，因为1984嘛读完啊，然后共款要照目前的迄个听词，要来读这首日火闪时的一首诗，正做阿尾啦。伊无其他人来，嘿嘿，我就家己来读。歹势，我无看到影，奇怪。好，来，安尼准定，互你先读。我竟然我都无看到，真歹势，所以我一直甲吹落去。所以好啦，我可使勉强啦吼。这个像是你着安心自在啦吼。我读一个好啊。光年，你的意爱，伊抱转去房间，迄一张相传起你 IG。caption 一句别人送的花，了后就在伊光年伫床边，2篇3篇，你才读出来。伊要爱的毋是花，嘛毋是你，是伊牵来的人气。迄个较想影就是进前像讲的嘛吼，就是敢若知捌中文华语的人来读这本诗。可能嘛会使小可读会通啦，小可读会通嘛，因为有教中文翻译，然后有汉字甲罗马字，而且我感觉应该不哩重要，就是有伊作者温玉桥本身的规本册的朗读档、声音档嘛，就是伊敢若是放伫 YouTube 顶悬去。所以你扫迄个 QR code 就是甲你连接去迄个声音档。当然可能，我袂记是分做即10个段落还是安怎，因为伊有算迄个啥，一个简单的主题嘛。可要讲到近即篇是叫做啥？涩后一铺是甘。顶一步是5，
所以家分做11篇还是11种，伊也无数字也无迄种，所以变成讲，对，毋是遐知捌台语文的人，爱至少看有中文的时阵，要来读嘛，小可读会通啦。至少毋是完全读袂通。啊，敢若毋是至少完全读袂通，阁是伫咧台湾，其实严格来讲，台湾原来嘛有即种台语环境嘛。好，举一个极端的例，伫咧日本有一个人，伊摕一本册，伊学过一寡中文，完全毋捌台文，啊，伊来读这，敢读有落来？若准讲家报一寡工具，讲啊，你若拄着一寡毋捌的字，台语字词，你会使去倒找去倒找。安尼，伊敢若知捌台文，伊敢若知捌中文，伊是日本人，伊来读即本诗，伊读会落来袂？伊伫英国，伊敢若知捌中文，伊要读即本诗，读会落来袂？啊是其中有一首诗，伊看到了，真吸引伊，伊怎就迄首诗扩中到伊想要来读规本诗？有可能无？有可能啊！啊，读有落来无？读会落来诶。反势哦，因为迄讲像啊，一直即摆咧讲诶嘛，伊这就是要做用华语来理解嘛会通诶台语诗。这2026年诶现主时，40岁以下甚至30岁以下所讲诶台语，就已经含50-60岁以上诶人有相当诶真差。啊，当然遐真差。当是一个自然的趋势，你嘛真歹。毕竟7-80年进前有一个中文华语插伫台湾即个岛屿啦，啊，搁遐尼强烈的力量，对吧？政治力量介入，咱讲台语的人，爱有偌侪比例的人，做偌大的努力，才有法度伫咧。会当按什么时间内，将咱的台语恢复到50年前迄种台语环境？若准讲用50年前的台语环境，正做一个目标。当然，迄毋是一困就要到位啦，有可能是讲先用现主时的20年前的目标，用20年前的环境，正做一个目标，而且可能你袂使拖伤久。搁要讲。3年5年内袂使超过10年，然后5年以后，你可能爱搁变成是现主时的30年前的环境做目标，因为你现主时直接这个时间点，你直接掠一个50年前迄个环境，会使讲是做袂到的啦。你用现主时这个时间点，讲你要伫咧5年还是10年内达到50年前迄种目标，差不多是无可能我就达成的啦。啊，只是当然，敢真正完全无法度达成。我就讲嘛，讲台语的人，若准讲，可比讲，2023年做迄个统计，960万人有咧讲台语。若准讲有900万人有即个意识，啊嘛拍算要甲台语讲落来，安尼有可能伫咧5年以内有法度达成。啊，毋过真不幸的是。就无900万人有意识嘛，莫讲900万啦，凡是有意识的无甲200万咯嘛，无的确。啊，当然以赖一心伊的角度来讲，伊是掠讲差不多10%至15%的人来坚信应该就使达成啊啦。伊的10%甲15%，伊迄阵伊就一本台语宪章嘛，我未看完啦，但我大约知伊的意思，所以即个部分变成讲。咱来看遮的文本作品，不管啥物人做，目前会使看到规本拢台文的作品，上少年的大概是温玉瑶啦。目前我敢若未看到搁较少年的，是搁较少年咯，搁较侪岁当然有嘛。1990年代遮的，我已经有看到几落个有咧创作的。当然，你若讲写歌，迄个是另外一回事嘛。歌甲诗应该是无啥相款。当然，你徛伫咧小说甲散文的角度来讲，来看，你会感觉
歌甲诗是差不多啊，毋过实际上歌含歌，诗含诗。所以目前有材料出版一本台文册的文本的，大概目前上少年是温玉条啦。啊，当然比佫较少年的，应该嘛是有人伫咧努力拍拼啦。因为可要讲啊，即摆毕业啊，听讲有迄个啥，佮讲小学生、高中生、因有才调上台用台语致辞，成做毕业生的代表，而且应该是毕业生的代表吧？前2年我敢是看到迄是在校生的代表、毕业生的代表袂记得，也就是讲，总也是有人相对有这个能力啦。啊，当然，就讲你去学英语，硬是要灌落去。你讲你对1年入去就安怎讲？互你家己一个目标，讲我要伫毕业的时阵，成做毕业生的代表，用英语、用日语来致辞。这是台湾，你要用日语来致辞，毋是做袂到啊。啊，敢若用英语、用日语来代表来致辞，毋是做袂到。用台语来代表，用台语来致辞，佫较简，相对佫较简单嘛。可比讲你英语、日语，你可能爱10倍力量的时阵，你台语可能5倍就会使，甚至1成就会使啊啦。啊，所以当然，迄嘛是整个环境对这个语言的态度到底是啥啦。所以赖一心的这个想法，伫本台语宪章当然内底，相对较不幸，也是较悲哀，就是用中文去写，啊这，我是感觉应该使免因为是用中文写，怎拒绝伊所讲的内容啦。我是感觉，我那嘛是会使罔参考啦。啊，当然，我个人感觉较重要就是，应该是甲台语讲转来啦，讲转来你的喙里，还是讲入来你的喙里。因为我毋知台语对你来讲是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因为有的人可比讲迄个今年诶是毋是金曲奖？Funky Man 呀，啥物？我袂记迄啦。台语对来讲是第3语言啦。啊，当然伊去创作歌曲即个部分，其实迄个啥，对语言的掌握是另外一个方向。你讲你要写散文、写小说，你可能爱真正有足大的训练。啊，你讲家写做歌、写做诗，即个要求可能就较无遐尼多、遐尼大、遐尼强。啊，所以最近所看到的遮个歌曲的创作者，对吧 ？Karaji、青塘，甚至百合花晓，就是百合花，啊，搁张家祥、曾卡人乐团，张家祥伊是敢是1994年吧，所以我无确定百合花、青塘因的年岁安怎，所以我目前我所知，嘛可能记毋着啦吼。算讲有相对较正确的，遮那方面会使分享我知影。就讲目前看起来就是日火闪是温玉条，算是我所知是上少年的创作者啦。好，我毋知咱会准定，或者是迄个项有啥物想法看法。我想要邀请迄个项素 C 方便无？还是其他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啊？所以我对人无看到你起来，我就家己一个甲踢落去。还是准定你要办啊压尾，还是看你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心自在，自由自在。我无去买伊本台语现象啦。我听我伊访问的节目内底吼，有讲一个概念吼，咱台湾多语的社会啦，较早嘛是吼，即摆若要搁行入去，不是啊困难吼，因为多语啊，就一寡无共款的人。大多数顶头是我嘛，啊，才会拼来拼去。啊，伊有提一个观点，我感觉嘛可能嘛有一个机会啦吼。伊讲咱这多语的一个环境吼，啊，就变甲分区啦。比如讲，即摆高雄一间
迄个台语的小学嘛，干脆高雄就变一个台语区嘛。啊，恁客人好啦，苗栗互恁啦，苗栗用一个，就去用一个迄落客语区嘛，啊，即个区内底你就爱用迄热线是讲一个上伊去提考的重点，就是讲你一区内底就爱甲你母语正做官方语言，安尼才有机会去看即落，全世界一寡迄落案例啦尤其是迄落纽西兰的迄个茉莉啦，我知影，我看到的热线是主张是安尼啦。目前原住民委员会甲原民法迄搭遐，我会记诶，南投、南尾敢若有56个区啊。因为目前台湾的行政区就是，可要讲利用368个乡镇市区即个概念。当然，直辖市有较特别的意思嘛，因为直辖市就是正做就是市嘛。啊，毋过伊遐个市伊原来嘛有伊个区嘛。所以20几年前，宋楚瑜走去319个乡镇市去行大嘛，啊实际上，最近是毋是迄个啥空间14还是啥物会？甲迄个时阵啥物？反正就是咧甲368个乡镇市区，甲伊问讲，伊就是问你讲，即个兰屿是伫倒一个县，啊小琉球是伫倒一个县，啊啥物那马夏是倒一个县市，啊番路是倒一个县市安尼，啊迄敢若是恁若速度无要紧的时阵，当作你袂晓，就甲你停起来是安怎呢？因为我就讲嘛，总共368个乡镇市区，伫原住民伊敢就有56个区，是叫做原民乡区，啊因就是有较特别的特别的算啥？行政权是啥物权？啊，客家庄客委会伊搭遐，我会记嘛无比56个区较少，我会记嘛，讲80几个，我袂记一条，我毋知影啦吼。啊，所以这是在行政上的管理还是啥？过来就是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本正就有允准讲，你各县市还是相关的县市，你本来就会使去制定恁的地方通行腔，还是地方的通行语言。所以我就讲嘛，有伫咧使用本土语言遮的人，因的意识敢有够强烈？啊，只是目前有摕到资源的客委会讲客话的人，或者是原住民遮的人，因相对的意识，有够强的人，也无够多啦。因为可要讲啊，原住民因所管辖的人，即马进前迄个谁讲啊？因有别奖谁讲的嘛？伊讲平埔族伊嘛去请求去诉求，讲伊嘛是原住民嘛，所以应该今年开始吧，还是旧年10月，我袂记啦。敢若旧年10月就是2023年，万寿馆因3个或者翁仔某爸仔囝，万寿馆万正祥佮万啥我袂记啦。因去申请讲，阮平埔族嘛是原住民啊，毋过是去用因着拍枪嘛，因着拍枪就因着输，因着一直拍官司就对啊，拍到最高法院嘛是输嘛，啊输了申请宪法改税嘛，啊宪法改税。迄个时阵，敢若已经无大法官的改税，已经敢是宪法法庭第几号改税嘛，所以敢若是2023年10月做出来，就是讲，互地方政府还是互中央政府，我袂记着，反正互政府2年的时间，你也去调整你的法律，你哪会使纯粹敢若用日本时代所留落来伫咧户籍顶悬讲注明青番、实番来认定伊是原住民，因为坦白讲。一直到呾白色恐怖的这个代志会影响还佫伫咧，所以一直到呾，佫有足侪人伊毋敢将伊过去所知捌的遐个事实讲出来，甚至有事实要去问，伊就连讲都毋讲，甚至连讲都毋敢讲，这是一个无正常的现象。啊，所以语言这条代志就是，原住民我就讲有56区，照因的区域去指定因主要的语言。
客月的所在，你讲苗栗，你讲屏东，我晓什么六队哦，六队嘛，因就是有，我会记敢若六个乡镇市区正做一个叫做啥，类似迄种民防的组织就对啊。啊，其实伊嘛会使去指定因的迄个通行语啊。啊，所以目前听起来看起来就是这个法律也是经费，台语是逐拢无，也毋过客语甲原住民语是至少有的啦。虽然讲无遐尼多，也毋过真不幸的就是目前为止，都拢要是伫咧中华民国即个体制之下伫咧处理代志。啊，伫咧中华民国即个体制之下做代志的时阵，伊就是变成讲，我有想你哦，你免阁甲我欺害啊，你免甲我含苦，我有想你哦。啊，毋过实际上我就讲嘛，到目前为止，台湾人咧缴税金，说互中华民国政府伫咧做中国人的代志来糟蹋台湾人啦。目前你认真去甲思考，就是即个状况嘛。台湾人遮尔辛苦打拼，伫咧缴税金，是缴互中华民国政府，这你会使接受？我是袂当接受。台湾人遮尔打拼，伫咧缴税金，互中华民国政府来做代志，煞伫咧做中国人的代志。啊，做遐中国人的代志，有超过一半拢是咧糟蹋台湾人。你想这敢有合理？这完全是无合理的嘛。啊，所以罗一新伊即本台语宪章的册是应该是讲，咱应该会使有一寡含过去无共款的做法想法。我拄仔讲一个较极端的，就是2023年所做迄960万有咧讲台语的人，真不幸的是，可能连200万的意识都无啦。啊，若如果有900万的人有意识，安尼台语福建的希望就加足大的，就敢若我拄则讲的，可能5年也是10年以内，咱有法度恢复到50年前的台语环境。啊，只是目前无。啊，照罗一新的想法看法，可能是就一成10%至15%的人有去遮尔积极，也是有遮尔强烈的意识的时阵，安尼这就是一个不哩啊强的力量，会使来做不哩啊侪代志。啊，所以罗一新敢若最近嘛有接受不哩啊侪各种所在团体啥，伊敢若毋捌伫搁一个啥物所在，就是讲。伊甚至会使免啥，免提免领迄个啥物，叫做演讲费啊、讲师费，只要有人肯叫伊去遐讲，啊，伊嘛敢若讲，迄个啥，无讲一定要偌侪人才要讲，意思敢若讲，只要人要叫伊讲，伊敢若拢会去讲的款。我印象中敢若是安尼是。啊，所以即个部分反正我就讲对我来讲，至少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就是大家来遮用台语开讲交流讲话安尼，甚至做一句，要叫你用台语做梦，可能是你无才调控制啦，9%还是9%99%的可能有才调控制梦的人，可能无到1%，还是无到10%啦，对吧？叫你用台语做面梦，是你无才调控制。啊，若细念应该是会使啊吧？你感觉细念的是拢用台语咧讲啊？你一工24点钟除了困去，你无才控制做梦用台语以外，其他你醒的时间，你到底偌济时间用台语啊？我是毋知啦。啊，我是感觉咱若愈侪人有才调安心自在啊。博基人，敢会使来讲？看到你有才了，时时刻刻，不管是用台语，啊，遮个人闹到，所以我就讲嘛，照罗爱新的讲法，可能反正200万就会使啊。我毋知，总是大家人伫伊家己的位置做伊有才了做的代志，我是安尼想啦。好，安尼准备先生帮咱压尾啊。看到即首，伊即首是用即个词的时阵，我敢若会晓讲花莲去。对。我念，甲即两个合作伙，我小查咧，原来是讲个花线转起来，再个你的去。才落过来，水分无够时就揪起来就对啊。
甲子儿立乱，国甲当年做一离婚，讲是要后尾啊，要追求变卡。当迄个时阵，国甲迄个时间，骹倒一条，伊骹一条，煞设一个倒头栽，连去黄昏，嘛去互尻川爬甲扁扁扁，我诚做诚惊。感谢俊弟甲咱分享咧，真正就是我咧讲，我会记我即细汉时阵，听到一个大人咧讲话时阵，迄个瞬间，你讲啥？就讲，咱大部分讲啥？一句讲就袂晓话，尾啊有人要去强调迄个，伊袂晓讲话即条代志，所以倒摆讲，一句话就袂晓，一句讲就袂晓话，本来是一句话就袂晓讲嘛，就家己调工讲做一句讲就袂晓话安尼。我倒感觉无小心直接讲倒摆，就正常来讲是一句话就袂晓讲，就讲话嘛，所以一句话就袂晓讲。伊为着要强调讲，伊一句话就袂晓讲，迄个袂晓讲，连一句讲就袂晓话安尼。所以翘骹练喙手，我听着可能准你嘛调工要表，迄个强调迄个做啥？反形还是倒口？对，会调工倒摆讲啦。当然，这是对咱知捌台语有到一定的程度的时阵，你听出来讲一句讲就袂晓话，即种含糊的或者啥形容法。当然，我想若安尼要翻去做外文的时阵，安尼伊会拄着啥物困难？敢找有即种相对应的？就敢若台湾漫游内底有不了侪迄种台语啥的，伊就讲迄种今年讲伊咧翻译的时阵拄着不了侪困难。即马伊讲有卖出24个国家的版权，遐翻译者可能嘛不了侪人拢是读甲某咧烧。当然有当阵就是讲迄个翻译是敢若会换伫迄个核心，甚至看迄个翻译者的功力到底来决定迄翻出来的作品会使到什么程度。即马台湾漫游咯，即个作品至少对我来讲，伊有一寡字词，我会使理解了解。当然伊内底一寡字词拢是直接甲日文的汉字直接用入来。迄你若知捌淡薄仔日文 ，OK 啦嘛会使接受啦。而且伊就是只是名词尔，伊毋是迄种外文的语法。虽然讲嘛看会出来，伊有一寡做啥翻译腔hiệu，有人是安尼讲，真正甲想甲有啦，确实有影即种状况。所以遐理俗言语的其他话也是实语，对无？成熟的手迄个手语嘛，实语。有一寡固定的讲法，过对台语来讲，就是有个人会挑工，甲伊倒摆讲，还是用较含的形容法嘛。所以准伫对第一，伊所写即个纲领内底，我有听到是类似安尼嘛。这是咱会使安怎讲学习的所在安尼。好，感谢准弟因为时间的关系，即个1980总算讲读完啦，所以23点钟以后，关兄带领大家读出去线伫别所在，我那伫 Clubhouse 啦47点钟以后，可能也是要拍算继续读。今年3月到无考试进前，伫咧读洪秀老师迄本，咱来读读。咱来读读，可能剩敢20几篇吧。伊规本敢嘛是80篇啊，几篇我袂记得。前一阵仔敢若迄个啥，因为教育部因伫咧12月拢会办迄个全国赛，全国赛内底就教师组还是社会组的拢读过的文章，迄拢是固定的字数啦，700字至750字啦，所以毋是介长。所以原则上47点钟以后，大概就是会先读洪秀老师的，咱来读读，然后再去读114年度的教师组还是社会组的朗读稿吧，敢若是安尼，大概是安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1980读完啦，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管网分享网教的，今仔拢我咧读啦，真歹势。好，来，大家这，感谢，谢谢，拜拜。
再会。